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中东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黎巴嫩真主党上届关键的军事指挥官，伫咧以色列防空袭过往。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切拉强调会报复以色列。伫咧同一天，武装组织哈马斯宣布，因要来选出新的领导人辛瓦，伊也是这规划去年10月初7去攻击以色列的指挥官。 手提机也是海报发口号，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对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的决定表达支持。真主党上悬的军事指挥官舒库尔正经受到以色列空袭死亡。当地切拉纳斯瑞拉伫替舒库尔举行的纪念活动演讲，强调会对以色列做强而有力的保护，任何可能拢无路用。 بعد اغتيال الشهيد القائد سيد فؤاد حزب الله أيضا يرى نفسه ملزما بالرد وإيران سترد وحزب الله سيرد لذلك ردنا آتي إن شاء الله ردنا آتي قويا مؤثرا فاعلا 演讲之前，以色列战机搁伫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天顶雄雄撞落来，引发真大声音波，互民众惊到死隔壁。 纳斯瑞拉指责以色列选择升级冲突，和真主党可能会甲伊朗、也门等等盟友合作，也是单独向以色列行动，严格会尽量防止冲突拖去边境地区以外，避免影响到黎巴嫩的其他地区。刚一天，有真侪粒火箭为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城市谢姆纳城发射，真侪拢互以色列防空系统砸落来，严格有关有部分击着空起的所在，引起火灾。 以色列空军了后，就空袭黎巴嫩南部的2个真主党设施。这款历来刮起的冲突行动，嘛，互美国呼吁双方爱克制。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inues to take steps to lower temperatures in the region and to ward off regional escalation by Iran and its partners and proxies. 黎巴嫩组织哈马斯因为政治领袖哈尼亚伫伊朗和暗杀死亡，哈马斯初6宣布竞出强硬派新的领导人辛瓦，伊嘛是7月去年10月初7对以色列进行袭击的指挥官。对此，美国有员呼吁辛瓦接受停火协议。Mr. Sinwar, he has been and remains the primary decider when it comes to concluding a ceasefire, and so I think this only underscores the fact that it is really on him to decide whether to move forward with a ceasefire that manifestly. 中东局势升温，和当日巴黎参加奥运的以色列选手一直受到性命威胁。因为1970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期间，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乌色9月偷偷进入以色列选手村，杀害以色列选手甲代表团的成员，当中11个人。巴黎当地初6除了替过去牺牲的以色列代表团办纪念仪式，嘛强调会和精英战术部队护送以色列选手来往比赛，而且在奥运期间规工24点钟保护选手，避免悲剧一个发生。我是新闻台是董炳玉。